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太原区公所2楼行业友善据点。区公所2楼有联合服务中心、区长室、秘书室、人文课、会计室、面试室、开导室，还有师堂教室、文史馆。我哋除咗有行业咨询服务、公司行业沟通冇问题以外，师堂教室还办当多客家嘅课程，比如讲行业拼音、行业认证、客家口语、行业书写、客家美食推广等等。文史馆还有客家文物展览，係一個行業溝通無障礙又放鬆客家知識嘅空間。太原區區長余志強，佢也為鄉親服務，歡迎你來一位辦理公務，咪歡迎你來鄉下上課學習，希望大家按自識。